大家好，今日嚟拆解一下呢個太陽嘅 raw 高音 C 字口。太陽高音平時係好清亮嘅，像刀輕輕劃過心，但突然 raw 像拳頭揸落嚟，點解呢？佢唔係完全嘅拳型，佢係用空韻瞬間 spike， 比例突然拉高，氣流變成高壓衝擊，喉頭一壓低，厚度爆聲，但係唔會變粗叫，感覺就係心臟被刺穿。最後加情緒咬合力，少少 edge 拉緊聲帶，唔係亂推力，而是心裏邊嘅爆發。所以太陽嘅 punch 直插心，聽落好震撼。唔知太陽尖銳高音，你最有感覺嘅係邊一種呢？清亮、爆發、情緒，可以留言打一個。